朋友嘅老婆啱啱喺廁所出嚟，就算你再急都唔可以即刻入去，至少要隔5分鐘。我整理咗50條行走江湖嘅人情世故，睇得明至少少行10年彎路。第一，凌晨先落班嘅工作，唔好問人哋做乜。第二，唔好同賣肉嘅、剪頭髮嘅、經常醉酒嘅人發生拗撬。第三，參加人哋嘅飯局，永遠唔好做第一個動筷子嘅人。第四，買酒嘅時候千祈唔好話係送人，要話係自己飲。第五，坐人哋嘅車，落車關門盡量溫柔啲。第六，自己冇份出錢嘅事就唔好發表任何意見。第七，請客食飯，就算個餐牌好貴，都要大大方方問個客想食乜，唔係就仲衰過唔請。第八，飯局唔係自己做主人家，就唔好做第一個敬酒嘅人。第九，唔好用1000蚊請人食一餐飯，要用1000蚊請人食10次飯，你哋會做成朋友。第十，人哋介紹個項目俾你賺咗10萬，你大膽轉俾佢6萬，咁樣以後你就唔愁冇項目做啦。第11，車上隨時準備煙酒嘅人，大多數都係撈得非常好嘅人。第12，出差或者旅遊嘅時候，可以唔住親戚屋企就唔好住。第13，地位唔夠好就唔好用茶代酒，實力唔夠好就唔好以一敬多。第14，朋友請客食飯，先俾朋友點餸，如果俾你點先，千祈唔好點太貴。第15，上門唔空手，送禮唔送單，禮多人不怪，禮少冇人愛。第16，工資無論幾多，人哋問呢，一律都話夠2餐咯，呢個就係最好嘅回答。第17，幫朋友介紹工作，如果可以介紹去其他公司，就盡量唔好介紹去自己公司。第18，如果你問人哋嘅問題，人哋答非所問，就咪再追問啦。第19，一齊去飲喜酒，朋友賀禮500，你就唔可以600，呢個係規矩，亦都係禮貌。第20，去人哋屋企，如果佢嘅另一半一直匿喺房裏邊唔出嚟，揾個理由快啲走。第21，同朋友去洗腳唱 K， 唔好影相同埋發朋友圈。第22，有事揾朋友嘅老婆幫手，幾熟都好，先問個朋友，再問佢老婆。第23，唔問男人嘅收入，唔問女人嘅年齡，唔問細路嘅成績。第24，可以用錢搞掂嘅事，盡量唔好俾熟人幫忙。第25，出門在外，你要俾人哋面，人哋先會俾面你。第26，主人家倒茶，就算唔頸渴，你都要飲一啖。第27，唔好試圖同啲唔講道理嘅人講道理，面對呢種人，比佢更加唔講道理，先至係最實際。第28，領導話下次再講呢件事，其實就係話唔好再提。第29，存款買嘅房同埋車，對外都要話係貸款買嘅。第30，父母嘅話可以唔照做，但一定要認真聽。第31，你嘅簽名好貴嘅，一定唔可以喺空白紙上面簽名。第32，唔好同任何人分享你嘅財務狀況，你有錢就會招人妒忌，你窮就會招人鄙視。第33，異性之間係冇純友誼嘅，如果你覺得有，咁你就係被愛嘅嗰一個。第34，人哋請食飯，你唔好帶朋友去，除非你自己有埋單嘅打算，呢個係規矩，自己嘅人物唔應該俾其他人維護。第35，微信收到60秒嘅語音，唔好直接聽，轉換成文字睇更加保險。第36，努力記住人哋嘅名，會俾人哋留低好好嘅印象。第37，一開始將一件事嘅利弊同你講得清清楚楚嘅人，通常都唔會害你，值得你信任。第38，借人哋嘅手機用，唔好離開佢嘅視線。第39，同事同你講，我媽你講個秘密，聽完唔好評論，就講一句，我呢個人記性唔係咁好。第40，人哋冇主動叫你幫嘅忙，唔好主動去幫忙。第41，你整車嘅時候順手遞支煙俾個師傅，佢會幫你慳翻唔少錢。第42，夫妻嘈交唔好揾異性訴苦，如果你刪除咗聊天記錄，你就更加講唔清楚啦。第43，任何嘅時候都唔好將自己嘅底牌亮出嚟，保持一定嘅神秘感，人哋先會唔敢惹你。第44，借錢寫欠條唔好寫周轉困難，要寫經營借款，因為法院都認呢個。第45，你叫同事買嘢1蚊你都要當場轉，錢少人情大。第46，裝修報價嘅時候，你講一句我朋友屋企啱啱裝修完，工人呢會識做噶啦。第47，去醫院探病唔好送禮，水果要揀蘋果同埋橙。第48，相親對象接電話成日都話我喺度開緊會啊，快啲揾個藉口分手啦。第49，朋友圈3日可見嘅人突然之間全部開晒，80%都係準備撒網捕魚噶啦。第50，對方問你之前拍過幾次拖，
你唔可以多，亦都唔可以少，只拍過2個，你係最後一個。最後，大家有冇其他為人處世嘅補充？歡迎評論區講講。太寬揾老飯，包你唔使煩。